喂，各位街坊老友記，我係灣區判官啊！今集判決地點係由福田口岸站坐地鐵半個鐘頭都唔使就可以到達嘅車公廟站，嚟直到小紅書上最紅嘅網紅餐廳玉大人教爐烤牛扒店。咁啱今日落雨，少咗人龍，居然唔使排隊就入得去。呢個機會少有唔嚟，真係後悔。一入門口霎眼就俾佢嘅美式酒吧風格嚇親，深色木色紅磚牆，全店最入邊仲有個整齊嘅酒櫃，好似成個私家酒窖咁。望向吧最勁係入面有個嗰大膠爐，火焰噼啪作響如大火龍舞動，感覺自己下一秒會被燒成烤全羊。再行過去有個雪櫃擺住各款靚肉，美國安格斯雪花、M6、M7 等級和牛。今次我就唔諗咁多，直接點咗佢嘅美團套餐，夾埋飯、沙律、味噌湯，一次過搞掂。上有6款醬料任你揀，包括芥末醬、日式柚子草。判官最中意就係芥末醬嗰啲微辣勁刺激，配埋漢堡扒好滋味啊！第一道就係日式燒安格斯雪花牛，鐵板上嘅花紋超誘人，一咬落去油脂豐富，牛肉鮮甜得嚟又帶微焦，真係香到飛起。緊接住係今晚重頭戲教爐燒和牛漢堡同黑山豬漢堡。漢堡上時啲油脂喺鐵板上吱吱作響，切開先見到滿瀉肉汁，啲肉汁直接噴出，判官都差啲攞嚿紙抹口水啦。順便提提大家，呢度最大嘅陷阱係白飯同沙律係無限添加，想食幾多就加幾多，食到你個肚腩爆開都仲可以再加，只要你夠膽。綜合嚟講，酒吧 feel 加教爐夠晒型，所以環境有4星。牛扒滑多汁漢堡爆汁勁爽，味道梗係爆星啦。套餐價錢包晒配菜，任加性價比嘅話，梗係爆星。判決結果：玉大人教爐烤牛扒店，網紅真係有理，唔試你就真係走寶啦。記住 like 加 subscribe 灣區判官。